今日我哋講下內地金鋪大逃亡嘅奇景。周大福份最新嘅財報話，6個月內，即係由今年3月到9月，佢竟然執咗905間鋪啊，平均每日執3間。周大福、周生生、周六福、六福全部都爭住關門大吉啊！周大新喺內地都少咗333間鋪，仲好官方咁話呢一啲係主動優化同調整佈局，優勝劣汰。內地老牌老鳳場都唔好過啊！上半年營收大跌超過16%，佢哋話金價高抑壓黃金首飾消費，呢一場執笠潮有個好明顯嘅特徵，主要集中喺3、4線嘅城市，而且加盟店仲係重災區啊！嗱，明明金價升到歷史新高，點解你哋要走佬啊？專家就話呢一啲係轉型，以前開鋪太粗放啦，家陣要精細管理，可能前幾年佢哋開得太快，家陣就要執手尾啦。另外有分析師就話金價貴咗，消費者就覺得風險大咗，以前買金保值，家陣太貴唔敢入貨，就算結婚要用，都寧願買啲輕磅啲、細粒啲嘅款，或者唔去大鋪買，揾人打金就算數啦。雪上加霜嘅係，內地政府仲出咗黃金新稅制，11月1號開始，成本每克增加大約60蚊人民幣，金鋪被逼加價。一夜間，周大福每克即刻貴咗，周大福都開始醒目啦，佢哋同店嘅銷售4年嚟首次由負轉正，都係留得低嗰啲鋪，終於開始做得翻生意，唔使年年跌啦。仲有樣嘢叫做定價黃金嘅產品賣得特別好，以前買金我哋係按重量去計價，定價黃金就唔同，唔止係賣按重量計價嘅傳統金飾，佢哋唔係鬥重，係鬥設計同品牌價值啊！周大福因為咁毛利率創咗近5年嘅新高添，證明消費者肯為設計同品牌俾多啲錢。周大福嘅品牌轉型唔再只係由傳統嘅金行，而係逐漸成為一個注重設計、時尚感同生活品味嘅珠寶品牌。呢一個轉型如果成功嘅話，可能會帶領成個行業走出寒冬。未來嘅趨勢係點？輕量化同年輕化咯。新一代唔中意大舊又老土嘅龍鳳鈪，佢哋中意有設計感、文化附加值又有 IP 效應嘅飾品。所以邊個品牌能夠捉住後生仔女嘅心，賣得有設計又有故事性、高附加值嘅金飾，先至係未來嘅贏家啊！聽下大行李昂嘅預測，周大福2026年財年銷售額會增長3%。周大福下一個旺季，即係新年、農曆新年同情人節嘅銷售表現，對股價嚟講係至關重要嘅。呢一場金鋪嘅執笠潮，表面係危機，被逼成個行業進化。各位唔好見金價高就衝入去啦，睇住金鋪大佬點樣轉型先至係王道。咁你又點睇？歡迎留言講下你嘅睇法。